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阿 Moon 嘅地產頻道啊。咁之前咧已經同大家講過買樓容易中伏嘅一啲嘢啦。咁今期開始咧，阿 Moon 就會同大家講一啲關於樓盤測評嘅嘢啊。咁如果有興趣嘅觀眾朋友，可以點下上邊嘅 link 仔啦，支持一下阿 Moon 啦，或者喺評論區留低支持兩個字。咁阿 Moon 喺度咧都多謝大家嘅支持㗎。咁後續嘅話咧係陸續出一啲關於測評嘅樓盤嘅一啲視頻啦。希望大家有興趣嘅可以 follow 一下我嘅 channel 啦，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睇嘅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深入咁講一下一個中山爭議最大、賣足9年仲未賣完嘅遠郊神盤啦，就係三鄉華發嘅官山水啦。咁華發喎，珠海頭號國企喎，A 股上市公司嚟㗎。咁好多港澳街坊朋友呢，一聽到呢三個字啊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國企喎，穩陣啦，點會有伏啊？最起碼唔會爛尾啊嘛。咁我今日就同大家講一句最貼地嘅實話啦，國企唔等於係良心盤，國企再起韭菜盤上嚟啊，手法一樣都唔手軟㗎。咁華發喺珠海市中心起嘅呢，確實係豪宅啦，確實係有口碑嘅。但係嚟到三鄉呢塊偏到冇朋友嘅地方呢，佢一樣係按照收割外地客嘅邏輯去做嘅。咁三鄉喺邊啊？中山最南部啊，貼住五桂沙，隔離就係珠海啦。咁以前呢，珠海人講去三鄉係指週末去浸溫泉啦、打高爾夫球啦，或者係去食農家菜啊等等，純粹係一個度假一日遊嘅地方，從嚟都唔係自住嘅區域啊。咁華發點解要行去呢一度起一個幾十萬方嘅大盤啊？原因得一個就係地價夠平啊，利潤嘅空間夠大啊，專門呃啲對中山唔熟悉嘅，咁淨係識得貪平嘅一啲港澳街坊啦。咁我做咗地產咁多年啦，呢個盤我由佢萬幾蚊一方到依家嘅5000幾蚊啊，咁亦都係有好多街坊過去睇過嘅，亦都處理過好多街坊嘅求助啦。當年信咗中介講嘅珠海後花園、深中通道利好、直通香港等等呢啲衝入去買嘅朋友，依家想出手啊，唔劈價30%啊，都冇人睇啊，真係喊都冇眼淚啊！咁今日呢條片呢，我就唔同你講廢話啦。咁優點呢，我就輕輕帶過下啦，重點同大家拆晒所有嘅伏位、所有嘅套路、所有你睇唔到嘅隱藏成本啊！咁我全部都係用2026年7月最新嘅市場數據講話啦。如果睇完阿 Moon 今期呢條片仲想買嘅，咁我真係佩服你啦。今日呢條視頻呢，隨時可以幫你慳翻10幾萬㗎。好啦，咁我唔會為咗踩而踩呢個樓盤，先講下呢個樓盤僅有嘅優點啦。差唔多可以算係2個半咋。咁講完，我哋即刻進入主題啊。第一就係山景同埋小區嘅環境啦，咁確實係有翻咁上下嘅。呢個樓盤咧係貼住五桂山嘅山腳嘅，咁背後係成個山脈嘅森林啦，空氣質素咧確實係比石岐啊、珠海市區要好嘅。咁小區入面咧係有湖啦、有園林啦、有人工嘅水系啦，容積率係1.7嘅。咁就係以多層或者係小高層為主嘅，咁唔係市區嗰種30幾層樓貼樓嘅密集盤。咁入去嘅第一感覺咧，確實係有度假嗰種 feel 嘅。但係你一定要記住喎，呢個環境係用極度偏僻，乜都冇換翻嚟嘅，代價遠比你想象中仲要大啊！第二個就係華發國企嘅背景啦，爛尾嘅風險咧幾乎係為零嘅。咁呢個係唯一真正算得上優點嘅地方嚟㗎。咁華發官山水咧，依家買緊咧，全部都係現樓嚟嘅，即係買完辦完手續咧，即刻可以收樓嘅，唔使等2、3年，唔使驚發展商走佬爛尾收唔到樓。但係我都係要講清楚嘅，唔爛尾唔等於個盤有價值，唔等於你買咗唔會蝕錢，更加唔等於佢唔會坑你。其實好多現樓嘅盤咧，一樣係標準嘅韭菜盤嚟㗎。咁呢個樓盤咧，仲有半個優點嘅，就係單價睇落去好平。目前啊，新房毛坯咧大概係5、6千蚊一個平方嘅，咁就總價 total 40幾萬就可以買到2房啦，50幾萬可以買到3房。聽落去確實係好吸引嘅，香港買嘅車位都唔止呢個價啦，係咪？但係呢，呢個只係睇落平，實際上你買入即蝕啊，仲有大把嘅隱藏成本。咁呢啲後面呢，我就會同大家一筆一筆計清楚啦。好啦，重點嚟啦，咁以下呢6樣嘢，中介同埋銷售啊，半個字都唔會主動同你講㗎，但係每一樣都足以令你買完之後後悔10年啦。好啦，我哋嚟講第一樣先，就係位置偏到離譜啊，配套等於零，養老都唔合格。咁呢個係官山水最根本嘅死穴啊，先天嘅缺陷係冇得救嘅。咁好多人以為佢喺三鄉鎮嘅中心啦，咁根本就唔係嘅。咁呢個盤咧係位於三鄉最邊緣嘅白石村啊，隔離就係板虎同埋神灣，咁屬於三鄉鎮交界嘅三不管地帶啊。
咁佢距離三鄉真正嘅鎮中心啊，足足係有4公里以上嘅。4公里係咩概念啊？老人家步行起碼都要行足1個鐘啦。咁夏天30幾度嘅高溫，買個菜啊，行到一身汗，隨時都有可能中暑啊。咁我同你數一下最基本嘅生活配套有幾遠啦。咁最近嘅大型菜市場啊，大潤發商場啦、順昌廣場啦，全部都喺鎮中心嘅，開車都仲要10到15分鐘啊。最近嘅三甲級別醫院呢，係要去到中山市區嘅，開車起碼係20分鐘以上。如果老人家有個急病啊，隨時都係趕唔切㗎。大家可以打開個美團睇一睇啊，最近嘅外賣啊都要去到2、3公里左右㗎。咁過咗晚黑9點啊，基本上係叫唔到任何宵夜㗎。想飲杯奶茶都要自己揸車出去買啊。咁好啦，咁有啲 agent 咧會同你講，喂，樓下有商業街喎，生活配套都好齊全㗎。咁呢樣嘢咧又確實係冇講大話嘅，但係就係得零星幾間鋪頭仔啊，一間細細間嘅超市啦，一間藥店啦，一間業主嘅飯堂啦，仲要執完又開，開完又執嘅，咁連一間似樣啲嘅茶餐廳都冇㗎。咁呢啲又係咪叫做配套齊全呢？咁講句難聽啲嘅，香港屋邨下邊嘅商場啊，都比佢旺10倍啦。仲有一樣最致命嘅點啊，就係呢個樓盤咧，正正就係貼住105國道嘅。咁依家國道咧雖然升級咗，做咗8車道，全程係冇紅綠燈，開車係順咗，但相對嚟講，啲泥頭車啊、貨櫃車啊，24小時川流不息。如果係臨近國道嘅棟數啊，灰塵大到你窗都唔敢開㗎。晚黑貨車經過嘅噪音係關窗都可以聽到嘅，所以所謂嘅山景啊、清靜啊，對住國道嘅單位完全係廢話嚟嘅。咁呢個樓盤周邊咧，唔止係有村啦，仲有唔少嘅石材廠啦、塑料廠啦，啲廢氣異味時不時會飄過嚟。所謂嘅天然氧吧，只係小區園林入邊嘅錯覺。咁講白啲就係小區入邊咧就似桃花源啦，一出門口就係鄉鎮嘅工業區。咁亦都有好多朋友會話，買嚟退休養老啫。咁我就想問啦，買棵菜都要開車，睇醫生又要開車，買乜嘢都要開車。咁晚黑連叫個宵夜都叫唔到啊！呢啲叫做養老，呢啲叫做隱居仲差唔多啊。咁第二個死穴呢，就係價格陷阱啦，睇落去好似好平咁樣，買入去即時蝕10幾萬啊。咁好多人俾5、6千蚊一方啊，40幾萬上車啊，呢個價錢咧係沖昏咗頭腦嘅。咁以為執到寶啦，以為跌到谷底啦。我同你睇翻2026年7月最新嘅二手數據，你就知自己其實係接盤客啊！咁呢個樓盤咧係喺2017年開盤嘅，當時嘅開盤價咧係去到8000幾蚊一方嘅。咁2019年最癲嘅時候啊，係炒到13,000、14,000一方，仲有好多嘅港澳客係搶住買嘅。咁之後咧就一路跌啦，咁2023年咧就跌到7000幾蚊啦，2025年咧就6000幾啊，到今年2026年啦，咁新房先至賣5500到6500蚊一方喎，咁9年嘅時間啊，價格係直接腰斬嘅。當年高價入場嘅朋友，依家帳面已經蝕咗一半啦。你以為依家5000幾就係底價，咁就係大錯特錯啦。因為二手市場仲要平得多啊。咁2026年7月最新嘅數據啊，譬如貝殼平台上邊呢個樓盤嘅二手掛牌量咧，已經係超過280套噶啦，仲未計一啲唔係平台掛牌嘅私人物業啊。咁佢個成交均價咧就係5000蚊都唔到嘅。最平嘅單位4000零蚊一方都有成交記錄啊，同戶型同樓層係分分鐘平過新房成1000蚊一方啊！即係話你今日興高采烈咁去售樓部啊，用咗50萬買一套3房啦，轉手去二手市場睇下，同樣嘅單位40幾萬就有交易噶啦，咁買入當日啊係即時蝕咗10萬蚊噶。呢個就係銷售同你講嘅性價比高，咁仲有個經典嘅套路喎，大家係一定要知道嘅。就係呢個樓盤咧賣足咗9年啦，咁銷售永遠就會同你講，依家係清盤嘅階段啦，剩低最後幾鋪噶啦，賣完就冇噶啦。喂，呃鬼食豆腐咩？成個項目啊，佔地係44萬方嘅，總共幾千戶啊，一期賣完有2期，2期賣完有3期，3期賣完仲有別墅啊，清盤清咗5、6年啦，都仲係有貨賣緊噶。每次都話係最後清盤，其實只係換個噱頭促銷。咁呢一招專門呃啲唔了解情況嘅外地客戶啦。第3個死穴啦，就係營銷嘅黑歷史滿滿啊！咁零首付隨時會害你坐監㗎。咁呢個盤嘅營銷手法呢，響成個中山地產圈呢都係臭名昭著嘅，專門針對啲對中山唔熟悉嘅港澳客戶啦。
依家啊，鋪天蓋地嘅廣告啊，Facebook 啦、YouTube 啦，到處都係47萬買3房，零首付上車，仲送2個車位添。咁聽落去呢，好似好吸引啊！3萬訂金就可以擁有一層樓喎。咁我今日呢，就同你拆穿呢個把戲啦，等你知道背後係有幾大風險嘅。所謂嘅零首付呢，其實係好簡單嘅，就係開發商同你拉高網簽價同埋銀行評估價。將個貸款額呢做大，咁譬如一套屋呢，實際嘅總價係50萬嘅，正常你要俾7.5萬首期，而佢呢就將個合同呢做到55萬幾啦，咁銀行就可以貸47萬俾你，等於係你全額貸款啦。咁開發商再以維修基金嘅名義將差額返翻俾你。咁你實際呢，只需要俾3萬訂金就可以上車㗎啦。表面睇落去你係着數咗，但係實際上你個債務係更高嘅，月供亦都更多嘅。咁總利息呢係平白無故咁多咗幾萬蚊㗎。最關鍵嘅係呢一種操作呢係涉嫌騙貸嘅，係刑事風險啊！將來萬一你資金周轉唔嚟啊，斷供啦，或者係銀行查冊發現評估價同埋真實嘅成交價唔相符啦，分分鐘會告你騙貸，咁結果係唔係開玩笑㗎？咁為咗幾十萬嘅樓搞到一身禍，你諗下值唔值得？仲有以前嘅黑歷史啊，咁我都順帶提一提啦。咁呢個盤呢，早幾年係收緊一個團購費嘅，係用裝修款收差價嘅操作啦。咁幾萬蚊嘅團購費係唔計入購房合同入邊嘅，好多業主後嚟維權都維唔翻啦。點解全世界都係呢個盤嘅廣告啊？點解中介瘋狂去推呢個盤啊？其實唔係因為呢個盤好啊。而係因為佣金高到離譜啊！你只係佢哋佣金上邊嘅一隻羊啊！仲有中介大漢嘅套路啦，就係 A 準帶你過去啦，一定會揀一條最快嘅路線啊！一腳油門衝過去售樓部，唔會俾人睇到周邊嘅村啦、周邊嘅工廠啦。等你以為周圍都係山清水秀啊！咁其實呢啲都係行內公開嘅秘密嚟㗎啦。仲有第4個死穴啊，就係投資咁發夢啦。如果你買呢個盤啊，係諗住投資啊、等升值啊，或者係放租去幫補供樓嘅，我勸你依家即時停咗呢個諗法，唔好浪費時間啦。首先去講升值啊，我同你講得直白一啲啊，三鄉從嚟都唔係中山嘅發展重心啊，深中通道得益嘅係馬鞍道啦、火炬區啦，深珠通道都係翠亨新區為主嘅，三鄉兩樣嘢都唔拉更啊。呢度呢係冇大型嘅產業啊，冇持續嘅人口流入，冇核心基建嘅利好啊，樓價10年都唔會有大起色啊。咁呢個盤9年價格腰斬就係一個最好嘅證明啦。未來只會繼續平盤，甚至係陰跌啊。咁如果想靠佢升值賺錢嘅，不如將啲錢放喺銀行做定期，仲穩陣啦。咁三鄉本身咧係冇大型嘅工業區啦，冇寫字樓嘅集群啦，咁外嚟嘅人口係少嘅，咁租屋需求咧全部都係集中喺石岐啊、火炬呢啲就業中心啦。邊有人會特登行過去白石村租樓住啊？依家市場上100平方嘅3房，月租先至係1000幾百蚊，仲有長期放租先揾到租客嘅。租金回報率咧係連2%都冇嘅，咁連銀行1年嘅定期都不如啊！如果係想靠租金去覆蓋供樓嘅，諗都唔使諗啦。最慘嘅就係佢嘅流通性啊，即係你將嚟想賣啊，根本係賣唔甩嘅。幾百套嘅二手掛牌喺度啊，一年先至成交幾十套，平均一個月賣都賣唔到幾套啦。如果你將來想換樓或者係想套現嘅，甚至係有急事需要用錢嘅，如果唔劈價幾十萬啊，根本連睇樓嘅人都冇啊！買入容易出手難啊，最後就變成放喺手入面嘅不良資產啦。如果想割肉走佬都走唔甩啊！咁我哋嚟講翻第5個死穴啦，就係直通巴、樓巴全部都係賣樓嘅噱頭啊，用完即棄啦。咁其實好多香港街坊心喐呢，好大原因都係聽講有港澳直通巴啦，直達太子啊、尖沙咀啊，咁返香港係好方便啦。咁我就唔係否認依家係有呢個服務嘅，但你一定要諗清楚個本質喎。呢啲全部都係賣樓嘅配套啊，但就唔係永久嘅配套啦。呢啲所謂嘅樓巴啊、直通巴啊，全部都係開發商補貼去運營嘅，咁目的就係吸引港澳客戶買樓啦。等佢啲樓賣得七七八八，開發商就開始陸續撤場噶啦。咁呢啲路線啊，分分鐘話停就會停噶啦。咁呢個亦都唔係我亂講嘅，因為中山、惠州無數嘅遠交盤都係咁樣賣樓嘅時候，一日3、4班車直達香港關口啊。咁交咗樓之後呢，就開始慢慢減班次啦，變咗一日一班，最後甚至係會取消嘅。咁業主維權呢都係冇用嘅。
你可以諗下喎，一旦直通巴停咗，你作為香港嘅業主點樣過去啊？首先，你係需要坐巴士去到三鄉鎮中心啦，再轉車去港北或者係港珠澳大橋，轉幾次車，浪費幾個鐘係非常之麻煩㗎。如果係晚黑出行啊，係連滴滴都叫唔到嘅，出入都成問題啊，真係叫天天不應。將自己嘅出行便利啊寄託喺開發商嘅賣樓福利上邊啊，真係一件好愚蠢嘅事嚟嘅。咁我哋講翻第六個死穴啦，就係學區差啦、入住率低啦，最後只會變成鬼城啊！咁最後一樣呢，長遠嚟睇呢都係最致命嘅。咁呢個樓盤呢係留唔住人嘅，以後只會越來越靜啊！首先講教育資源先，咁呢個係留住年輕家庭嘅最關鍵啦。最近嘅公立小學呢係白石環小學啊，即係村小級別啊，師資同埋教學嘅質素呢都好有限。咁啲銷售成日吹啊，附近有桂山中學啊，但係桂山中學咧係屬於五桂山嘅，根本就唔係呢個樓盤嘅學區，純粹係屬於吹水唔抹嘴啊。咁佢冇好嘅學校啊，年輕嘅家庭就唔會搬過嚟啦。咁冇年輕人，商業配套就永遠都起唔到身嘅，配套越差咧就越冇人住，形成咗一個惡性嘅循環。其實我哋可以睇下，依家一期呢交付咗咁多年啦，入住率係唔超過40%嘅。平時工作日啊，小區入邊呢係靜英英嘅，係得週末呢先會有少少人氣。咁其實入住率低呢，仲會帶嚟另一個問題喎，就係物業管理嘅質素呢，只會越嚟越差㗎。咁依家嘅園林靚啦，設施齊全啦，係因為仲有新樓喺度賣緊嘅，開發商仲會補貼物業。咁以後呢，賣完啲樓啦，咁入住率又低啊，管理費係收唔夠嘅，園林冇人打理，設施壞咗冇人整，所謂豪宅級別環境，幾年之後就會殘晒㗎啦。呢一種遠郊度假大盤呢，最終嘅結局呢，我亦都見過太多啦。例如惠州嘅大亞灣啦、清遠嘅美林湖啦、江門嘅十里荒園啦，全部都係一樣嘅劇本啊！當年全國瘋唱宣傳度假天堂，最後變成咗入住率極低嘅鬼城，配套荒廢，樓價跌完再跌啊！咁華發觀山水好大機會就會係下一個。好啦，咁講到呢一度呢，大家應該都心中有數噶啦。咁最後呢，阿 Moon 都想同大家講得直白一啲，就係呢個盤絕大部分人呢係唔適合去買嘅。如果夾硬要講邊一類人可以考慮呢，其實係得一種人嘅啫。就係你已經退休或者係半退休嘅，完全唔使返工啊，有車，手頭嘅閒錢多，完全唔在乎層樓蝕十幾萬嘅，淨係想揾個山清水秀嘅地方隱居，咁唔需要行街啊，唔需要娛樂啊，每日淨係睇下山景啊，行下山啊，咁呢一類人呢係可以去考慮買嘅。咁除咗呢一類人呢，如果其他人去買，我都覺得係中咗伏嘅。咁以下呢一類人呢，係千祈唔好去掂嘅。如果你掂咗之後呢，一定會後悔嘅。第一個就係仲要返工啦，要湊仔啦，需要生活配套嘅剛需家庭啦。咁你住喺呢一度啊，每日開車1-2個鐘返工啊，買菜睇醫生都唔方便嘅。小朋友讀書又冇好嘅學校，係完全唔適合㗎。寧願去買市區細啲嘅二手樓啊，都唔好貪平買郊區啊。咁通勤同埋生活成本啊，遲早係將你磨到殘啊。第二類呢，就係想投資啦，想升值啦，想收租去賺返啲被動收入嘅朋友。咁我再講多次啦，呢個係標準嘅不良資產啊，租你係租唔出嘅，賣又賣唔甩，咁又唔會升值嘅，買入就等於係將啲資金鎖死喺層樓度，咁隨時係蝕埋個本金㗎。第三個就係冇車啦，或者係依賴公共交通嘅朋友啦。呢個就唔使過多解釋啦。如果你冇車住喺觀山水啊，就等於自己困住咗自己，連出去買棵菜都係一個好困難嘅事情。第四個就係淨係貪平，對中山完全唔熟嘅港澳街坊啦。咁好多人呢都會諗住，喂，幾十萬啫喎，咁買嚟度下假都好啊。但係你認真咁樣計下條數啦，一年先至返嚟幾日，咁管理費、維修費、折舊，樣樣都係錢，仲要樓係長期喺度跌緊嘅，幾年唔見幾十萬，咁呢一個代價，你住5星級酒店都住唔完啦。咁如果各位觀眾朋友睇到呢度都仲係想去買嘅，咁我俾你3個最實在嘅建議啦。咁第一個就係優先睇返二手啦，就唔好買新房啦。同樣嘅質素係平10幾萬，就唔好做冤大頭啊。第二個就係絕對唔好買臨近105角度嘅棟數啦，噪音同埋灰塵呢會令你住到崩潰啊！第三個就係一定要預留足夠嘅裝修同埋持有成本啦。咁呢度呢好多都係毛坯交樓嘅，
咁裝修又係一大筆錢，咁唔好以為俾咗樓價就完事啊！咁最後喺呢度呢，阿 moon 同大家總結一句啦，華發觀山水唔係咩國企嘅穩陣盤，係一個披住國企外衣嘅標準遠郊韭菜盤啊！咁佢僅有嘅國企唔爛尾啊、山景好啊呢兩個優點呢，係完全冚唔住位置偏啦、配套差啦、貶值快啦、流通性差呢個致命嘅問題啊！其實唔止係呢個盤嘅，今日講嘅邏輯啊，係適用於大多數大灣區嘅遠郊大盤啊。位置偏、價錢平、國企嘅背書係專門供外地客，主打度假養老。咁呢幾個元素如果湊齊晒，基本上就係韭菜盤，冇差啦。好啦，喺呢度希望各位觀眾可以支持下阿 moon。如果大家仲想係了解邊一個樓盤嘅優點或者係中伏位呢，咁可以留言話俾我知啊。我會喺之後陸續上架一啲新嘅樓盤嘅測評啦。咁如果係覺得呢條片有用嘅，記得俾個 like，follow 一下我個 channel 啊，可以 share 翻俾身邊需要買樓嘅朋友。後續我哋都會同大家講更多嘅中山買樓避坑嘅乾貨啦，亦都可以同大家拆解更多專門係劏香港客、澳門客嘅韭菜盤啦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阿 moon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